后来乡亲啊，咱的钱、咱的纸票讲要改版，中央银行来宣布，未来新纸票的面貌要开放予全民来投票，总共有12个主题开放予大家来选择，也就是讲，即摆7000块面顶迄4个学生就得要毕业了。 点钞机运作拢无停，纸票顶得4个囡仔陪伴大家遮济档啊，未来有可能拢来毕业啊。 央行开启钞票全面改版的计划，未来上面放什么图案由你决定。那为了提升民众对新版钞券的认同感，并拟具社会共识，本行拟定了12项面额主题，开放民众进行网络票选。 10个主题包括永续发展、运动精神、建筑之美。即日起到2月13日下晡5点，民众会当到央行官网去投票，替未来新钱改头换面。这个民俗节庆吧，纸钞推广一下。觉得应该建筑吧，可能101或者是国父纪念馆啊，比较能够象征。大家一看到钞票就知道，这代表台湾正在使用的东西。 改版的物件将伫主题确定了后，才搁做规划。新钱将伫2档半以后正式发行。另外，过年要到啊，央行表示讲，咱乡亲伫2月7到2月13会当去8间金融机构、455间分行等等所在换新钱，独具报新，迎接每年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